張雨生把聲一出，老手從此唔敢再唱歌。背後到底隱藏住咩驚人嘅因果同玄機呢？俗話都有話強中自有強中手，但係大家有冇認真咁樣諗過，一個初出茅廬嘅新人，到底要強大到一個咩嘢嘅地步，先至可以令到一位身經百戰嘅老手主唱，從此以後成世人一世都唔敢再喺台上開口唱歌呢？呢個絕對唔係誇張嘅都市傳說，而係喺1987年實實在在發生嘅事。嗰時正大嘅搖滾樂團主唱陳子鴻正正四圍物色緊人選去接班，就喺呢個時候，一個新人行咗入嚟，戴住副黑框眼鏡，細細粒瘦瘦弱弱咁嘅樣。陳子鴻望咗佢一眼，心入面直接就笑咗出嚟，心諗咁嘅斯文敗類，款都學人嚟試唱搖滾，簡直係開玩笑啦！點知當呢個新人一開口，樂隊入面嘅每一位資深成員全部都震驚到眼突。主唱陳子鴻後來回憶返件事嘅時候話：30年過去啦，佢由嗰一日開始，真係再都唔敢喺台上唱一首歌。就喺同一年，呢個新人企上咗台灣大學嘅體育館舞台，佢一個高音唱出嚟，整個體育館瞬間靜止咗足足1秒鐘，然後掌聲同埋尖叫聲幾乎係同一時間炸開，喺全場嘅所有人喺嗰一刻都非常確定咗同一件事，呢個新人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佢就係後來被後世譽為亞洲第一高音嘅傳奇歌手張雨生。然而就係一個咁樣天生屬於舞台嘅歌者，偏偏喺31歲，即係人生最美好最黃金嘅時光，就突然之間離開咗人世。佢嘅死因直到今時今日依然係眾說紛紜，有人話佢係因為酒後駕駛出事，亦都有人話佢因為知道得太多演藝圈入面嘅黑暗內幕，背後一定有不可告人嘅陰謀。到底真相係點樣呢？仲有張雨生當年親手將張惠妹由一個喺酒吧入面默默無聞嘅駐唱歌手，一步一步推上亞洲天后嘅寶座。呢兩個人之間到底存在住一段咩樣嘅特殊緣分？點解張惠妹喺幾十年後嘅今日，每次一唱起張雨生嘅歌，依然會當場落淚，傷心欲絕到難以自己？更加令人覺得不寒而栗嘅係，張雨生嘅命格入面，原來一早已經藏住咗一個極大嘅秘密。呢個玄機根本就一早寫好咗佢最終嘅結局。今日我哋就嘗試用易經嘅角度同智慧去拆解一下張雨生呢一生嘅命格，究竟說明咗一個點樣嘅因果循環？時間返到去1966年，台灣澎湖一個經常落雨嘅離島，突然之間落起咗連日嘅傾盆大雨。就喺呢個時候，一個男仔出世，喇嘛，佢嘅父親望住窗外，見到場雨連續落足1個禮拜都未停，於是就靈機一觸，幫呢個仔改咗個名叫做雨生。當時絕對無人會諗到張雨生呢個名，由一開始就已經為呢個細路一生嘅命運埋下咗一個極其深遠嘅伏筆。張雨生屋企有5個兄弟姊妹，佢係屋企最大嘅大哥，由細到大屋企環境都只係一般般。後來佢非常生性，考入咗政治大學嘅外交系。如果按照呢條原本設定好嘅路一直行落去，張雨生呢一生理應會成為一個西裝筆挺嘅外交官。但係人生就係充滿住變數，有一件事徹底咁改變咗佢嘅命運軌跡。
令佢痛苦咗一世，同時亦都令佢燃燒咗一世。張雨生有一個妹妹叫做張玉仙，細佢足足5歲，兩兄妹由細到大都係形影不離，感情好到不得了。但如果真係要講邊個更加有音樂天賦，答案其實唔係張雨生，而係張玉仙。張玉仙天生就擁有一副極之靚嘅好嗓子，佢經常同張雨生講：我大個咗一定要成為一名歌手。佢仲經常拉住哥哥一齊唱歌。嗰陣時嘅張雨生反而對唱歌冇咩特別大嘅興趣，可以話係張玉仙親手將音樂呢一粒種子深深咁種入咗張雨生嘅心入面。但係無常往往來得毫無預兆，就喺嗰日，張雨生接到妹妹嘅電話，話週末全家會一齊去溪邊燒烤。張雨生因為已經約咗朋友，有事在身，所以就冇去到。張雨生萬萬都冇諗到，嗰一次通話竟然係佢人生最後一次聽到張玉仙把聲。嗰一日去溪邊燒烤嘅張玉仙竟然意外遇溺身亡。嗰一年張玉仙只有短短嘅15歲。呢件事從此成為咗張雨生呢一生入面最深最痛嘅心結。佢後來喺專輯嘅製作感言入面曾經寫過咁樣一句話：雖然由頭到尾我都冇流過一滴眼淚，但係呢個傷口一直都喺我嘅心入面，從來冇愈合過。冇人知道喺無數個沉默孤寂嘅夜晚，張雨生有冇無數次咁問過自己：如果嗰一日佢有去到，結果會唔會完全唔同？如果佢當時喺現場，佢係咪就可以救得返張玉仙條命？自從妹妹走咗之後，張雨生嘅情緒低落到幾乎抑鬱嘅程度。就喺嗰段人生最黑暗最難捱嘅日子入面，張雨生死死記住咗一件事。張玉仙講過，大個咗要當歌手，既然呢個夢想佢已經再冇機會去完成，咁就由哥哥代佢去完成。於是佢鼓起勇氣報名參加咗木船民謠歌唱大賽，喺台上自彈自唱，憑住驚人嘅實力一路殺入決賽，最終仲成功拎埋冠軍。大家要明白，嗰日企上舞台嘅張雨生，佢唱嘅根本就唔單止係自己嘅歌，佢係替緊另一個人唱，替一個再都開唔到口嘅至親唱歌。老子道德經入面有句說話講得好好：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個人往往係因為經歷咗失去，先至喺痛苦之中善返最真實嘅自己，用一條命換嚟另一條命前進嘅方向。呢個就正正係張雨生命格最開始嘅起點。但老天爺雖然俾咗佢呢個咁高嘅起點，卻偏偏又喺佢事業最紅火嘅時候，一早準備好下一個嚴峻嘅考驗。1988年喺台北嘅木泉民歌西餐廳，當時嘅張雨生仲喺度打工做駐唱，為咗賺少少零用錢。有一晚，台下坐住一個嚟食飯嘅客人，呢位客人叫做翁孝良，係一位非常有份量嘅音樂製作人。翁孝良嗰日原本真係純粹只係嚟食餐飯嘅，但係當張雨生一開口唱歌，佢震驚到連手上嘅筷子都放低咗。原來翁孝良嘅櫃桶入面一直收埋咗一首歌，放咗足足超過1年時間。呢首歌佢一直都喺度尋找一個最合適嘅聲音去演繹，佢拒咗好耐好耐，可以話係騎暈咗整個台灣歌壇，但偏偏就係騎唔到嗰種感覺。直到嗰晚，佢終於騎到啦。佢心入面深信，只有咁樣強大、咁有穿透力嘅聲音，先至可以配得起呢一首100年難得一遇嘅神曲。翁孝良當機立斷，即刻攔住咗準備落台嘅張雨生，
遞上一張卡片，同佢講：聽日嚟錄音室嗰首歌個名叫做《我的未來不是夢》。呢首歌原本只係黑松沙士嘅廣告歌，但當廣告喺電視上一播出，一夜之間就傳遍咗整個台灣嘅大街小巷。嗰個年代，台灣啱啱好經歷完解嚴，整個社會嘅氣氛都喺度沸騰緊，每一個人心入面都憋住一股勁，覺得只要肯努力就一定可以改變命運。而張雨生嗰把高亢純粹嘅聲音喺嗰個歷史時刻就好似一道閃電咁，直劈入每一個台灣人嘅心入面。緊接住佢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天天想嚟》，銷量高達35萬張。一個明明仲讀緊大學嘅後生仔，就咁一夜之間成為咗全台灣最紅最炙手可熱嘅歌手。但係正當張雨生紅到發紫嘅時候，佢卻必須要放低手上嘅一切，按照台灣嘅規定入伍去服兵役。按常理嚟講，一個當紅歌手如果去當兵，事業理應會全面暫停，甚至會慢慢被觀眾遺忘。但係張雨生嘅事業偏偏就喺軍營入面奇蹟般咁走上咗另一個高峰。當兵嘅第一年，佢入圍咗第一屆金曲獎嘅最佳新人獎。當兵嘅第二年，佢再度入圍第二屆金曲獎嘅最佳男演唱人獎。然後發生咗一件超級誇張嘅事，令到全台灣嘅人都真正見識到張雨生喺嗰個年代到底紅到一個咩嘢嘅離譜程度。當時全國運動會嘅閉幕典禮急需一個重量級嘅壓軸表演嘉賓，為此國防部竟然做咗一個破天荒嘅決定，出動一架軍用直升機直接穿越台北嘅天空，降落喺全運會嘅閉幕會場正中心。當直升機嘅艙門一打開，行出嚟嘅竟然係一個着住憲兵軍便服嘅年輕人。冇錯，動用直升機就純粹只係為咗俾張雨生可以趕得切喺台上唱一首歌。嗰一刻，全場觀眾徹底沸騰。當時民間甚至盛傳住一句話：張雨生嘅聲音就係台灣嘅希望。時間轉眼嚟到1995年，喺台北西門町一間好唔起眼嘅酒吧入面，一個原住民女仔正企喺台上準備表演。就喺呢個時候，佢表哥神色慌張咁跑入嚟，大叫：張雨生嚟睇你啊！呢個女仔就係後來嘅天后張惠妹。當時嘅張惠妹係張雨生嘅鐵桿粉絲，佢簡直無法想象自己嘅偶像竟然會親自落嚟睇佢表演。嗰晚張惠妹決定全程豁出去，係咁飆高音，唱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晚上都要賣力。但係台下嘅張雨生表情卻非常之奇怪，佢冇拍手冇點頭，只係好靜咁坐喺度，目不轉睛咁望住台上嗰個女仔。原來當張惠妹一開口嗰陣，張雨生整個人已經愣住咗。台上嗰個女仔熱情開朗，渾身上下都充滿住對音樂嘅憧憬。張雨生望住佢，心底裏忽然湧起一種奇異到極點嘅感覺。佢仿佛喺呢個女仔身上睇見咗昔日嘅張玉仙，同樣係姓張，同樣對音樂有一股燃燒般嘅執着同熱情。9年前意外走咗嗰個人，喺呢一刻好似以另一種奇妙嘅方式返咗嚟。表演結束之後，張雨生行過去對張惠妹講咗第一句話：你唱得唔錯。但其實佢自己心入面好清楚，佢講嘅絕對唔單止係唱歌咁簡單。接下來嘅整整1個月時間入面，無論張惠妹換去邊一間酒吧駐唱，
張雨生都會準時出現喺台下。張惠妹換地方，佢就跟住過去。就咁樣，佢連續聽咗足足1個月，一個明明已經係紅透半邊天嘅大明星歌手，竟然每晚都走去一間細酒吧，靜靜地坐喺台下，聽一個毫無名氣嘅駐唱歌手唱歌。由第一次見面開始，佢哋兩個人之間就已經結下咗極之深厚嘅緣分。因為張雨生望住台上嗰個女仔，腦海入面一直只有一個念頭，佢實在太似張玉仙啦。大家話呢啲係咪巧合呢？張雨生自己深信呢個絕對唔係巧合，而係老天爺冥冥中嘅安排。1個月之後，張雨生再次主動張惠妹，邀請佢一齊合唱。張惠妹人生第一次行入專業嘅錄音室，當佢戴上耳機嗰陣，聽到自己無比巨大嘅呼吸聲，嚇到不知所措，甚至決定死憋住道氣，唔敢呼吸。呢個舉動將張雨生嚇到笑爆肚。張雨生望住張惠妹嗰種未經雕琢嘅清潔，忽然露出咗會心嘅微笑。由嗰一刻開始，張雨生對張惠妹嘅無私付出早就已經超越咗一般流行樂壇嘅師徒關係。大家都知張雨生平時最唔中意上嗰啲熱鬧嘅綜藝節目，但係為咗幫張惠妹宣傳打歌，佢甘願一次又一次咁陪佢上節目，企喺旁邊笑住幫佢做勢搞氣氛。佢更加傾盡全力為張惠妹量身打造咗第一張個人專輯《姊妹》，入面大部分嘅神曲都係張雨生一首接一首親自為張惠妹度身訂造寫出嚟嘅。1996年，《姊妹》呢張專輯喺台灣嘅銷量強勢突破108萬張，張惠妹一夜之間成為咗全台灣最炙手可熱、紅到發紫嘅超級新人。張雨生見機不可失，趁熱打鐵，緊接住再為張惠妹精心製作咗第2張專輯《Bad Boy》。結果呢張專輯更加誇張，喺全亞洲嘅總銷量竟然突破600萬張，直接創下咗台灣女歌手有史以來最高嘅銷售紀錄。呢個神級紀錄甚至保持到今時今日都冇人破到。就咁樣，張惠妹順理成章成為咗亞洲天后，而張雨生亦都順利轉型，成為咗整個華語樂壇入面無人不知最炙手可熱嘅金牌製作人。佢終於到真正屬於自己嘅位置，佢亦都終於到去替代張玉仙繼續燃燒生命嘅方式。張雨生遇到張惠妹從來都唔係偶然，而係天道嘅呼應。時間嚟到1997年10月，張雨生發行咗佢人生之中最後一張個人專輯。當時根本冇任何人會預料到，就喺呢張專輯發行咗短短3日之後，一件震驚全亞洲誰都諗唔到嘅慘劇竟然發生咗。呢張遺作專輯嘅封面影住一隻被人操控嘅小木偶。當時有好多記者問佢點解要特登揀一隻木偶做封面設計，張雨生只係苦笑咗一下，淡淡咁講：因為我呢一生其實一直都喺度苦苦掙扎，我一直想活出真正嘅自己，但偏偏一次又一次咁被外間塑造成別人想要嘅樣，製作得再點樣精緻華麗嘅皮偶，講到底終究都只係一隻身不由己嘅傀儡。結果專輯發行先至得個3日，張雨生就出事啦。1997年10月20日深夜嘅淡水燈輝大道，突然傳出一聲震耳欲聾嘅巨響，狠狠咁劃破咗深夜嘅寧靜。張雨生駕駛住嘅黑色開篷跑車以極快嘅速度突然失控，
直衝上路中央嘅分隔島。分隔島上面種嘅路樹全部應聲被撞到，連根拔起倒地。架跑車嘅衝力大到連路燈都撞斷，將路燈嘅基座連根拔起，足足飛出10幾公尺咁遠。然後架車再失控，衝向對面線嘅車道。咁巨大嘅猛烈撞擊聲，當場嘈醒咗附近熟睡緊嘅居民。第一批趕到事發現場嘅人，見到嘅係一幅慘不忍睹嘅恐怖畫面。架名貴跑車已經完全扭曲變形，車頭直頭係全毀，幾乎睇唔出原本嘅形狀。爆裂粉碎嘅擋風玻璃，成塊壓向咗駕駛座，而張雨生就被死咁卡喺座位入面，完全動彈不得。有2個勇敢嘅後生仔第一時間衝上前，佢哋急中生智，掏出小刀割斷咗安全帶，夾硬將張雨生由翻轉咗嘅車廂入面拖出嚟。當時現場彌漫住極其濃烈嘅汽油味，仲有安全氣袋爆裂之後嗰陣刺鼻嘅焦味。被救出嚟嘅張雨生仲有微弱嘅脈搏，但生命跡象已經非常之危殆。凌晨3點05分，救護車終於將張雨生送抵醫院搶救。主治醫師蔣明富後來講咗一句好沉重嘅說話，佢話張雨生送到醫院嗰陣，其實已經係屬於到院前死亡嘅極端狀態。急救人員爭分奪秒，緊急幫佢施以心肺復甦術同埋電擊，總算勉強令佢恢復咗心跳。但係張雨生從此再冇睜開過對眼，佢嘅頭部同胸部受到極度致命嘅猛烈撞擊，腦部同腹部嚴重挫傷，已經瀕臨腦死邊緣，昏迷指數跌到只得最低嘅3分。張雨生就咁樣喺醫院嘅深切治療部昏迷咗整整24日。呢24日入面，張惠妹日以繼夜咁守喺醫院，對住昏迷不醒嘅佢唱歌祈禱，聲淚俱下。但係奇蹟最終都係冇發生，張雨生再冇醒過嚟。1997年11月12日晚上11點48分，張雨生因為肺部呼吸衰竭，永遠停止咗心跳。嗰年佢年僅31歲，巧合得令人發毛嘅係嗰輛失事跑車嘅車牌竟然叫做 CS1966， 而1966年正正就係張雨生出世嘅嗰個年份。噩耗傳出之後，整個台灣社會徹底震驚，隨之而來嘅係各種滿天飛嘅猜測同埋傳言。第一種講法，酒駕。事發當晚，有人聲稱喺現場聞到疑似酒味。呢個消息一出，各路媒體即刻瘋狂轉載，好多人當場就妄下定論，一口咬定張雨生係飲酒揸車，係咎由自取。但係如果我哋理性分析，呢個說法根本就站唔住腳，因為張雨生出事之後，佢嘅汽車保險公司係作出咗全額理賠，順利完成咗所有賠償手續嘅。大家要知道，保險公司從來都係最唔願意賠錢嘅機構，佢哋喺批出賠款之前，必定做過最嚴密、最完整嘅背景調查。而保險業有一條雷打不動嘅鐵則，酒駕肇事絕對不予理賠，1分錢都唔會賠。保險公司肯賠錢，就足以證明佢哋嘅官方調查結論已經徹底排除咗酒駕嘅可能性。加上醫院嘅詳細病歷記錄入面，亦都完全冇任何關於患者血液含酒精嘅記錄，所以酒駕呢個罪名絕對唔成立。第二種講法，飆車。一個當紅嘅年輕偶像歌手，深夜獨自揸住一部頂級嘅開篷跑車，車速過快導致翻車。大眾嘅輿論好自然就會自動腦補出一個喺深夜公路玩命飆車嘅荷里活電影畫面。但係
只要我哋細心還原嗰個晚上張雨生嘅真實行程，呢個講法同樣係不攻自破。嗰一日係10月19日，張雨生當日其實係冇任何演藝通告嘅，但係喺夜晚7點鐘，佢自己揸車去咗果陀劇場。佢唔係去玩，而係去工作，去了解音樂劇臨時換角嘅最新情況，打算翻去通宵修改配樂。呢啲根本就係佢犧牲自己寶貴嘅休息時間去做一件從來冇人要求佢必須要做嘅事。一個咁有責任心、專注工作嘅人，點會無端端走去飆車？飆車之說不成立。第三種講法，陰謀論。坊間有人繪聲繪影咁話，張雨生因為知道得太多演藝圈背後嘅黑暗內幕，於是有人偷偷地喺佢架車度做咗手腳，破壞咗剎車系統。呢場車禍根本就係一場精心策劃嘅謀殺。呢個極具戲劇性嘅講法喺坊間一直流傳到今日。好多人情願去相信呢個充滿懸疑色彩嘅版本，都唔願意去接受平淡殘酷嘅真相。但事實上，查遍當年警方同各部門所有嘅調查記錄，呢個講法可以話係零證據，連一絲一毫嘅蛛絲馬跡都冇，陰謀論完全不成立。咁到底真相係咩呢？其實真相非常簡單，但同時亦都非常之殘忍。一個連續高強度工作咗將近20個鐘頭嘅人，拖住疲憊不堪嘅身軀，獨自駕車行駛喺深夜漆黑嘅公路上，就喺距離屋企唔遠，就快可以返到去好好休息嘅嗰一刻，佢對眼真係撐唔住啦，就係嗰短短1秒鐘嘅瞌睡，直接要咗佢條命。張雨生唔係死於酒精，唔係死於飆車，更加唔係死於咩嘢陰謀，佢係死於善良，死於搏命，死於佢係一個永遠停唔落嚟嘅人，為咗別人，為咗音樂，將自己徹徹底底燃燒到最後一滴血。佢嘅最後一張專輯喺第2年榮獲第9屆金曲獎嘅最佳流行音樂演唱唱片獎。呢個係張雨生呢一生人入面第一次真正獲得金曲獎嘅肯定。佢之前曾經入圍過5次，但次次都鎩羽而歸，從來冇得過獎。而喺頒獎禮嘅台上企喺度領獎嘅已經唔再係張雨生本人，而係佢滿頭白髮嘅父親張建銘。張建銘雙手接過沉甸甸嘅獎座，眼眶瞬間紅晒，哽咽住講咗句令全場心碎嘅說話。佢話雨生先至得嗰31歲，到依家都仲未結婚，係我呢個做老豆嘅對佢唔住。張雨生離世之後，被安葬喺台中大道山嘅花園公墓，屋企人亦都將當年意外身亡嘅張玉仙嘅遺骨由後院移過嚟，同張雨生合葬埋一齊。兩兄妹喺地下終於可以永遠團圓啦。到咗2011年，父親張建銘因為胃癌病逝，亦都安葬喺呢度。父親、大仔、細妹3個人長眠喺同一片土地上。呢個地方後來被歌迷同家屬命名為雨生園，而每年風雨不改。親自嚟到雨生園探望嘅人入面，有一個人從來都未曾缺席過，嗰個人就係張惠妹。張雨生走咗之後，張惠妹曾經講過，佢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根本唔敢去唱張雨生寫俾佢嘅歌，因為每一次只要音樂一響起，嗰啲曾經嘅回憶就會排山倒海咁全部湧上心頭，情緒再都控制唔住。直到好多年之後，張惠妹喺大陸一個大型歌唱節目嘅現場，終於鼓起最大嘅勇氣，再次唱起張雨生嘅歌。和聲一出，佢成個眼眶即刻紅晒，唱到一半，淚水更加係決堤咁湧出嚟，再都止唔住。然而呢一生真正讓人不寒而慄嘅，
其實仲唔係呢啲表面嘅生離死別，而係由佢出世嘅嗰一刻開始，佢嘅命格入面就已經深深咁藏住咗一個無法逃避嘅秘密。呢個秘密一早就已經寫好咗佢呢一生嘅起點，佢嘅使命，仲有佢最終嘅結局。張玉仙嘅死，張惠妹嘅出現，與生源嘅三人合葬，呢一切表面上睇起嚟好似只係命運嘅偶然安排，但係如果你真係懂得易經嘅玄妙理數，你就會恍然大悟，呢啲根本就唔係睇起嚟似，而係實實在在嘅命定。因為張雨生呢個人嘅命格，由佢呱呱落地嗰日開始，就已經將呢一切劇本全部寫得清清楚楚。首先我哋從佢個名講起，雨生雨喺易經八卦入面屬性為水，對應嘅係坎卦。古語有云：坎者陷也，險也。同時水亦有滋養萬物之象，水性柔順，永遠都係向低處流，從來唔會去同人爭奪最高最顯眼嘅位置。水遇到再堅硬嘅岩石都唔會選擇硬碰硬，而係會溫柔咁繞過去，甚至一點一滴咁滲透入去。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張雨生呢一生正正就係水嘅化身，佢替早逝嘅妹妹唱歌，替新人張惠妹鋪平天后之路，替心愛嘅女友守住一段注定冇結局嘅感情。佢從來都唔係一個為自己利益而活嘅人，呢個就正正係坎水最典型嘅命格特徵。但係坎卦亦都有佢兇險嘅另一面，坎者陷也。張雨生短暫嘅一生，一直被市場嘅商業品味所辜負，被時代嘅局限所辜負，甚至喺佢事業最巔峰最紅嘅時候，被逼去唱一啲連佢自己都唔相信唔認同嘅商業流行曲。人有時就係坎水嘅命格，佢個名入面帶着雨帶着水，但係如果你去翻查佢嘅八字命盤，你會發現佢命局之中五火當令，火代表嘅熱烈燃燒光芒四射之象，名字入面極陰嘅水同命盤入面極陽嘅火，水火相擊，水火既濟又未濟，注定咗佢呢一生絕對唔會係風平浪靜平平凡凡咁度過。跟住落嚟，我哋再深入拆解下佢嘅八字。張雨生出生於1966年6月7日，按照八字命理學去推算，佢嘅命格屬於劍六格。擁有劍六格嘅人，天生就帶有極強嘅聲望，才華橫溢，命中注定帶有極其強烈嘅表演天賦同舞台魅力。呢點就完美解釋咗點解一個從來冇受過任何正統專業聲樂訓練嘅後生仔，只要一開口唱歌，就可以令到整個體育館幾千人瞬間愣住。嗰種震懾人心嘅高音，根本就唔係靠後天苦練可以練得出來嘅，嗰啲係上天恩賜，係天生嘅。但係世事無完美，呢個體次強大嘅命格入面，卻暗藏住一個極其致命嘅破口。佢嘅命盤地支入面有一組極凶之字，叫做午酉相破。午對應生肖係馬，喺傳統命理學入面，馬就係古代嘅交通工具，現代對應嘅就係車。酉對應嘅係八卦中嘅兌卦，兌者毀折也，翻覆之象，午酉相破呢四個字。如果翻譯成大家聽得明嘅白話文，意思就係呢個人同車之間注定有一段極度兇險不得善終嘅惡緣。呢個致命嘅破口，由佢出世呱呱墜地嗰一日起，
就已經深深咁種下咗禍根。張雨生車禍過身之後，曾經有極具資歷嘅命理師根據佢詳細嘅生辰八字做咗一次極度深入嘅事後推算，推算得出嚟嘅結果令到當時在場嘅所有人都不寒而慄，毛骨悚然。命理師指出，當張雨生行入丁酉大運之後，命局形成酉酉字形嘅空象，呢個隱藏咗30年嘅車禍之象就正式開始被引動啦。而1997年歲次丁丑，流年太歲嘅丑同佢命局中嘅未形成咗極其猛烈嘅丑，未相沖，呢一沖直接沖壞咗佢命格入面最核心用嚟保命嘅未土，也就是講佢命格入面所有可以化險為夷嘅喜用神喺呢一年全部被破壞殆盡，毫無招架之力。命理師講到呢度停頓咗好耐好耐，然後深深嘆咗一口氣，講咗一句說話：1997年呢個命點都躲唔過，仲未完。命理師繼續推算落去，點解佢遭遇咁嚴重嘅車禍之後冇喺現場立即過身，而係喺醫院苟延殘喘昏迷咗整整24日呢？原來喺佢嘅命盤天干入面，甲木代表嘅正正就係人體嘅大腦，地支嘅午酉相破產生嘅毀滅性力量直撲天干，傷嘅正正就係大腦，因為係傷而未死，所以呈現出深度昏迷嘅狀態。最終因為大腦受損程度實在太過嚴重，拖咗24日之後，陽壽耗盡，撒手人寰。佢發生車禍嘅年份，佢受傷嘅部位，甚至佢昏迷嘅天數，居然全部一字不漏咁一早已經寫晒喺佢張命盤入面。一個人出世嗰一刻，老天爺真係已經將一切劇本都寫好晒。易經嘅大智慧話俾我哋知，天道運作有3個必然嘅階段：生、長、歸。一個人降臨來到呢個花花世界，呢個叫做生。喺呢個世界上盡情燃燒才華，經歷愛恨情仇，呢個叫做長。當你圓滿完成咗上天賦予你嘅使命，塵緣盡了，回到天道，呢個就叫做歸。張雨生嘅命格係滋養萬物嘅坎水，係熱烈燃燒嘅午火，係才華洋溢嘅建六格，同時亦係隱藏殺機嘅午酉相破。呢個複雜無比嘅命格，清清楚楚咁話俾我哋知，佢呢一生注定要為音樂、為世人而燃燒，注定要好似水一樣去滋養別人，更加注定要喺31歲呢個壯年匆匆完成佢短暫而璀璨嘅使命，然後撒手歸去。佢代早夭嘅妹妹唱歌，圓滿完成咗張玉仙未能觸及嘅夢想。佢傾盡心血打造天后張惠妹，令到另一個熱愛音樂嘅靈魂可以代替佢喺呢個世界上繼續發光發熱。佢用盡咗自己與生俱來嘅所有才華，所有對人嘅善良，所有對音樂嘅熱烈，然後喺一個夜闌人靜嘅深夜，毫無預警咁悄悄地離開咗呢個世界。呢個人老天爺一早就為佢安排好咗點樣嚟，亦都一早安排好咗佢點樣去。張雨生僅僅用咗31年嘅光陰，就活出咗普通人幾輩子加埋都達唔到嘅生命厚度。老子講過一句至理名言：死而不亡者壽。一個人嘅肉體雖然會喺世間消失，灰飛煙滅，但係只要佢留落嚟嘅作品，佢嘅精神仲可以喺呢個世界上繼續生長，繼續影響後人，咁嗰個人就從來都冇真正死去過。張雨生嘅歌時至今日依然被無數人傳唱緊，張雨生呢個名字時至今日依然被無數人深深記得，
張雨生對音樂純粹嘅精神，時至今日依然喺度影響緊每一個投身音樂創作嘅人。佢根本冇死，佢只不過係換咗另一種永恆嘅方式喺我哋身邊繼續活着。但係一直默默懷念住張雨生嘅，又點止張惠妹一個？其實仲有另外一個人，用咗另一種無比深情嘅方式，默默咁為佢守候咗整整10年。張雨生生前其實有一段極少人知曉嘅深厚感情，佢嘅女朋友叫做黃慧玲，當時係唱片公司入面嘅一名宣傳助理。因為當時演藝圈同唱片公司有條不成文嘅死規定，內部工作人員絕對唔可以同旗下嘅藝人談戀愛，所以佢哋兩個人由始至終都只可以偷偷摸摸咁喺埋一齊，從來都唔敢對外公開關係。張雨生為咗保護心愛嘅人，喺生前所有嘅媒體採訪入面極力避忌，從來冇提過黃慧玲個名半次。直到嗰場無情嘅車禍發生，外界先至如夢初醒，知道原來仲有呢一段刻骨銘心嘅感情存在。張雨生撒手人寰之後，黃慧玲毅然辭去咗唱片公司嘅工作，為咗公斷佢同張雨生生前喺淡水買落嘅嗰間別墅，佢日頭頻撲去學校教書，夜晚就周圍撲去各間酒吧兼職做駐唱歌手。佢咬緊牙關，一分一毫咁，終於還清咗所有嘅房屋貸款，然後佢就孤身一人獨自住喺嗰棟充滿住兩個人回憶嘅吉屋入面，一住就住咗整整10年。呢10年間，佢冇改嫁，冇離開過，就係咁樣死死咁守住嗰棟吉屋，守住嗰段永遠都唔會褪色嘅回憶，直到2007年，喺雙方父母苦口婆心嘅不斷勸說之下，佢先至終於肯放低執念，重新出發去改嫁。張雨生呢一生為妹妹高歌，為張惠妹鋪路，為心愛嘅女友留下一段無疾而終卻銘心刻骨嘅感情。佢將最好嘅自己俾咗身邊所有人，卻唯獨冇為自己留下任何實質嘅東西。易經坤卦有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個人嘅德行越是深厚，佢所能夠承載嘅因果同使命就越多。當佢燃燒自己嘅時候，亦都會燃燒得越加徹底，毫無保留。張雨生正正就係呢種人。如果你想真正去衡量一個人個影響力到底有幾深遠，千祈唔好只係睇佢生前活住嘅時候有幾紅，有幾多粉絲。你要睇嘅係當佢死咗之後，到底仲有幾多人對佢念念不忘，仲有幾多人嘅人生因為佢嘅存在而徹底改變。我哋先講下五月天。五月天可以話係今日台灣甚至整個華語樂壇最頂尖最紅嘅搖滾樂團，佢哋嘅世界巡迴演唱會次次都係場場爆滿，一票難求。當幾萬人齊聚一堂，去到演唱會最後壓軸引發全場幾萬人大合唱嘅嗰首金曲，竟然唔係五月天自己嘅首本名曲，而係張雨生嘅歌。五月天嘅靈魂吉他手怪獸曾經親口講過，佢當初之所以會瘋狂愛上彈吉他，正正就係因為親眼睇到張雨生出道之前所屬嘅樂團喺全國熱門音樂大賽上面展現出嗰股無可匹敵嘅搖滾精神。怪獸話嗰一刻佢企喺台下望住台上光芒萬丈嘅張雨生，心入面有一把聲音強烈咁呼喚，我都好想企上嗰個舞台。可以咁講，冇張雨生當日嘅啟蒙，就唔會有今日怪獸手上把吉他，冇怪獸把吉他，就根本唔會有今日稱霸樂壇嘅五月天。到咗2013年，
即係張雨生離開咗我哋整整16年之後，佢一首從未曝光嘅遺作《黃河長江》終於正式發表。怪獸特別受邀擔任呢首歌嘅樂手，親自為偶像嘅遺作彈奏吉他。一個已經離開人世足足16年嘅人，竟然仲可以同當下最紅嘅音樂人進行跨時空嘅合作。大家試諗下，呢個人究竟有冇真正離開過我哋？仲有才女歌手范瑋琪。范瑋琪曾經公開剖白，佢之所以會愛上唱歌，完完全全就係因為張雨生。佢話自己細個就極度迷戀張雨生，迷戀到甚至幻想長大後要嫁俾佢。只要張雨生一出新專輯，佢必定係第一時間衝去唱片鋪買返屋企瘋狂播，從來冇一次例外。佢形容張雨生，只要佢一出現，周圍嘅所有人事物都會瞬間暗淡無光，得返佢一個人喺度閃閃發光。張雨生嗰把通透嘅聲音，成為咗范瑋琪當年隻身喺國外讀書，面對孤獨同挫折時，支撐佢繼續捱落去嘅最大精神力量。喺張雨生離開咗好多年之後，有傳媒訪問范瑋琪，你人生中最渴望合作嘅歌手係邊個？范瑋琪連半秒鐘嘅猶豫都冇，毫不猶豫咁回答：張雨生絕對冇第二個名字。文青天后陳綺貞同張雨生有住千絲萬縷嘅巧合，佢哋兩個竟然係喺同一日生日，同樣都係雙子座，同樣都係台灣政治大學嘅畢業生，更加同樣參加過木船民謠歌唱大賽。張雨生係第5屆嘅參賽者，而陳綺貞就係第12屆。同樣嘅星座，同樣嘅母校，同樣嘅比賽起點，冥冥之中就好似有一條無形嘅紅線，將呢兩個熱愛音樂嘅靈魂緊緊咁聯繫埋一齊。陳綺貞曾經感性咁分享過，當佢喺政大嘅校園入面漫步嗰陣，腦海總會不禁浮現出一個畫面，呢度亦都曾經係張雨生讀書、漫步、沉思過嘅地方。佢行過嘅嗰條長廊，張雨生當年亦都行過。佢企上去唱歌嘅嗰個學校禮堂，張雨生當年亦都曾經喺同一個位置唱出自己寫嘅歌。陳綺貞話：雖然現實中好可惜，一直冇機會真正認識到佢本人，但心底裏總係對佢有一種難以言喻嘅熟悉感，就好似認識咗好耐嘅老朋友一樣。佢仲話張雨生徹底顛覆咗佢對偶像呢2個字嘅刻板印象。一個平時着衫極度樸素，睇落就好似鄰家大哥哥咁平凡嘅男仔，偏偏只要一開口，就可以好似超級巨星咁深植人心，震撼靈魂。陳綺貞仲好清楚記得，喺佢讀國中嘅時候，曾經特登一個人走去陽明戲院，就係為咗睇張雨生主演嘅電影《七匹狼》。當時嘅佢只係一個普普通通對未來感到迷茫嘅國中女生，根本唔知道自己將來有一日亦都會踏上星光熠熠嘅舞台。佢當時唯一知道嘅就係自己好中意睇住呢個衣着樸素嘅大男孩喺台上盡情唱歌嘅樣。再講啊，文青天團蘇打綠6個核心團員入面，竟然有足足5個同張雨生一樣都係政大嘅校友。佢哋曾經用極高嘅評價去形容張雨生，稱讚佢1994年推出嘅神級專輯《卡拉 OK Live 台北我》係華語音樂史上嘅先知之作。先知呢2個字分量極其沉重。一個人嘅音樂作品到底要超越佢所處嘅時代幾多年，先至配得上被後人尊稱為先知呢？蘇打綠
後來製作大獲好評嘅小宇宙專輯，入面大膽採用嘅編排同概念，正正就係向張雨生當年嘅音樂元素致敬。主唱清風對張雨生嘅歌詞評價極高，佢話張雨生寫嘅歌詞充滿住文學家悲天憫人嘅情懷，令人睇完非常有感覺。一個流行曲歌手竟然被另一個頂尖嘅流行歌手用文學家去形容，大家試諗下，呢個人筆下嘅文字到底蘊含住幾深嘅哲理同靈魂厚度？台灣主持天后陶晶瑩早年喺政大吉他社同張雨生結合不解之緣，當時一個係吉他社社長，一個係樂團主唱，兩個人經常一齊夾 band， 一齊喺簡陋嘅台上揮灑青春唱歌。後來張雨生先一步踏入樂壇，爆紅全台，但佢從來冇忘記過昔日同甘共苦嘅學妹陶晶瑩主動牽線搭橋，推薦佢進入大型唱片公司，正式展開演藝生涯。陶晶瑩推出嘅第一張個人專輯入面就特別收錄咗兩個人深情合唱嘅經典歌曲《時光飛逝》。到咗2015年，陶晶瑩重返母校政大拍攝節目，當佢再次行喺嗰條熟悉嘅校園小路上，佢忍唔住紅咗眼眶，哽咽住話：每次返到政大，心底最重要、最珍貴嘅共同回憶一定係吉他社，但係心入面亦都永遠有一個揮之不去嘅巨大遺憾。嗰個遺憾就係張雨生，佢後來講過一句令無數歌迷心痛不已嘅說話：如果我嘅歌唱生涯10年裏面只可以邀請一位特別嘉賓，嗰個人應該係佢張雨生，永遠只有一位，就係佢。仲有以高音見稱嘅實力派歌手楊培安。楊培安被譽為華語樂壇入面音域最高嘅男歌手之一。坊間一直有音樂評論人話，放眼今日整個樂壇，能夠真正挑戰張雨生嗰種非人高音嘅男歌手，恐怕得返楊培安一個。楊培安對張雨生嘅崇敬去到咩地步呢？佢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傾盡積蓄去舉辦張雨生嘅紀念演唱會，仲將張雨生生前未及發表嘅珍貴遺作重新編曲製作，親自演繹。楊培安坦言，張雨生嘅歌真係太難唱啦，每一次唱佢嘅歌都等於將自己逼到去懸崖邊嘅極限，但正係因為咁難，先至令佢每一次成功唱完之後，都會感覺到自己嘅歌唱功力又升華到另一個層次。楊培安感恩咁話：張雨生係我音樂道路上最重要嘅一面鏡，一面永遠提醒住我，令我覺得自己仲未夠好，仲需要進步嘅鏡。時間推移到2017年，嗰一年張雨生51歲命壽，台灣金曲獎大會決定將象徵最高榮譽嘅特別貢獻獎頒發俾張雨生。頒獎禮嗰晚，由當年嘅學妹陶晶瑩擔任引言人，而愛徒張惠妹則擔任壓軸表演嘉賓，造化弄人。張惠妹當晚偏患上嚴重感冒，把聲沙啞到幾乎發唔出聲。醫生極力警告佢，千萬唔好上台開口唱歌，否則聲帶可能會永久受損。但係張惠妹斬釘截鐵咁拒絕咗醫生嘅勸告，佢堅持要上台。佢話：寶哥，張雨生昵稱嘅事，我點可以唔去？嗰晚佢忍住喉嚨嘅劇痛，聲嘶力竭咁唱出一首又一首張雨生嘅金曲。每唱完一首，佢臉上嘅眼淚就流一次。台下無數嘅歌手同觀眾亦都跟住佢喊咗一次又一次。
頒獎台上，年邁嘅張媽媽孤單咁企喺度，手裏面揸住張準備好嘅得獎感言講稿，但因為白內障加上淚水模糊，對眼已經睇唔清楚紙上嘅字。企喺旁邊嘅主持人陶晶瑩見狀，立刻行上前，滿含熱淚咁，親口一字一句幫張媽媽讀完每一句感言。嗰一刻，台下幾千個觀眾冇一個人出聲，場面莊嚴而哀傷。五月天嘅馬莎喺張雨生50歲冥壽嗰日，特意寫咗一篇長文悼念。佢喺文章入面深情咁寫到：多謝你對音樂嗰份無比嘅執著，令我哋呢班後輩可以循住你留低嘅軌跡，亦步亦趨咁向前行。多謝你喺音樂作品入面傾住對生命嘅熱情同對社會嘅關懷，令我深深明白到音樂最美麗動人嘅部分，往往就係隱藏喺作品背後嗰一顆坦白、誠實、毫無保留嘅真心。張惠妹亦都講過，寶哥嘅作品即使過咗幾十年後，今日再攞返出嚟聽，都絕對唔會覺得過時。就連而家新生代嘅音樂人，依然可以從佢嘅編曲同旋律入面獻到無限嘅靈感。佢話如果在天有靈，張雨生自己睇到今日嘅畫面，應該都會暗暗偷笑啩。一個人明明已經離開咗世界20幾年，竟然仲有咁多人在為佢流淚懷念佢，仲有咁多人異口同聲咁話，因為你我先至下定決心走上音樂呢條不歸路，仲有咁多人感恩咁話，係你嘅歌聲喺我人生最難捱嘅低谷，俾咗我撐落去嘅勇氣。大家要知道，流行音樂呢個圈子往往係世上最現實、最無情嘅地方。今日你紅極一時，明日你好可能已經被觀眾徹底遺忘。但係張雨生呢，佢走咗足足20幾年啦，喺兩岸三地大大小小無數個歌唱比賽嘅舞台上，佢嘅歌從來都冇缺席過。只要選手一上台，歌單上面一出現張雨生呢3個字，台下所有嚴苛嘅評審心入面就即刻明白，呢個選手今次想展示嘅係真真正正硬碰硬嘅實力。因為張雨生嘅歌從來都唔係嗰啲容易應付嘅口水歌，佢嘅每一首歌都好似一座難以攀越嘅高山。你到底有冇真材實料，有冇本事唱得上去？只要一開口，高下立見。易經係詞下有句傳世名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個人喺人生旅途上歷經種種磨難，喺絕境同困局之中，依然不屈不撓，不斷去尋求改變同突破，最終終到屬於自己嘅光明大道。咁樣嘅生命先至可以長長久久流芳百世。張雨生呢一生曾經被盲目追求商業化嘅市場辜負過，曾經被時代嘅偏見局限過，佢被逼一次又一次向現實妥協，但每次跌倒之後，佢又會一次又一次倔強咁企返起身。佢用盡自己一世嘅心血同眼淚，喺台灣流行音樂呢片貧瘠嘅土地上，硬生生咁開闢咗一條嶄新嘅路。而後來無數熱愛音樂嘅後輩，就係沿住佢披荊斬棘留低嘅呢條路，一直走到今時今日。各位朋友，聽完張雨生呢段傳奇而又令人心碎嘅故事，你有冇喺某個瞬間諗起過一個人？嗰個人唔係張雨生，而係你自己。你有冇一件事係你由細到大一直好想去做，但係偏偏又一直喺度等緊，等一個所謂更好嘅時機，等一個所謂更成熟嘅條件，等身邊所有人先點頭贊成，定係等個社會、等個市場先認可你？大家睇下張雨生，佢其實亦都等過
佢等個唱片公司高層肯放手俾佢自由創作，佢等個普羅大眾嘅市場慢慢去接受佢前衛嘅音樂理念，佢更加等個高高在上嘅金曲獎評審終於肯開眼睇見佢嘅才華。為咗呢啲認可，佢足足等咗10年咁耐。但係最重要嘅係，佢喺等待嘅過程入面，從來都冇停低過腳步。佢係一邊等，一邊拼命咁做，一邊被無情嘅市場狠狠咁打臉，一邊堅持繼續寫歌創作，一邊無奈咁唱住自己都唔相信嘅商業歌，一邊悄悄地用盡自己所有能力去替逝去嘅妹妹完成夢想，去替新人張惠妹鋪平天后之路，最終亦為自己留低咗呢一生最誠實、最無愧於心嘅經典作品。易經觀卦講得好，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老天爺從來都唔會因為你喺度苦苦等待而格外開恩，多施捨一日青春俾你。但與此同時，老天爺亦絕對唔會讓一個善良、拼搏、肯努力嘅人，佢所付出嘅汗水白白消失喺呢個宇宙之中。張雨生僅僅用咗短短31年嘅時間，就活出咗普通人幾輩子加埋都達唔到嘅生命厚度同光芒。呢個絕對唔係因為佢生得比別人聰明，亦都唔係因為佢比別人好彩幸運，而係因為佢從來都冇停低過自己嘅腳步，從來冇放棄過當年心底裏嗰個最純粹、最微小嘅心願，替妹妹唱歌，就僅僅係為咗呢一件看似微不足道嘅事。佢不惜燃燒盡自己短暫嘅一生，而佢燃燒所發出嘅光芒，最終卻照亮咗身邊嘅所有人，照亮咗整個華語樂壇。老子話死而不亡者壽，張雨生冇死，佢從來都冇離開過我哋，佢只係換咗一種更加升華、更加永恆嘅方式，喺我哋每一個熱愛音樂、熱愛生命嘅人心入面，繼續鮮活咁生存落去。今日如果你嘅內心深處亦都一直有一把微弱但堅定嘅聲音，不斷咁同你講，去做啦，勇敢去做啦，唔好再等啦。咁我懇請你從今日開始好好咁聆聽呢把聲音，因為嗰把聲音正正就係你命中注定嘅天命。